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途說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高績效心智，一本教你點樣可以工作更有效率，幫你成為最厲害嘅1%。想知高績效嘅秘密，咁就記得聽到尾啦。呢本書嘅作者 Morten Hansen 係加州大學柏克萊嘅教授，佢研究咗超過5000個高管同埋員工，揾出高績效嘅秘訣。佢提出 C-Pose 法則。C 係 core， 專注最重要嘅嘢。Pose 係節奏，有計劃地分配能量。作者話，真正厲害嘅人唔係做得最多，而係做最啱。呢本書好似職場指南，幫你提升效率，減少壓力。高績效心智總結咗7個大原則，幫你成為最厲害嗰1%，包括雙重專注、重新設計工作、建立學習迴圈、熱情與使命感、考毅力說服、敢爭辯也能團結，同埋掌握協作要訣。呢7個原則都係建基於 C-Pose， 教你點樣集中精力，發揮最大影響。之後我會逐一同大家講解一下呢7個大原則。第一個原則，雙重專注，否則前功盡廢。要揀最有影響力嘅任務，然後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例如你係項目經理，咁就專注搞好大客戶嘅項目，而唔係分心做10件小事。第二個原則，重新設計工作，找出價值缺口，揾出高價值任務，刪走無謂嘅瑣事。例如減少回覆無聊嘅電郵，將時間用喺一啲高價值嘅任務身上，咁就自然事半功倍啦。呢2個原則都係教你集中精力做一啲大事，唔好浪費時間喺一啲冇意義嘅小事上邊。第3個原則，建立學習迴圈，每日花15分鐘提升自己。高績效人士每日都會花少少時間去學新嘢，從而提升自己。第4個原則，熱情加使命感，創造獨特嘅影響力，做一啲自己熱愛又有意義嘅事。呢2個原則幫你唔單止做得好，仲要越做越有價值。第5個原則，說服需要用考毅力，激發情緒同埋行動力，即係唔單止講道理，仲要用情感說服，要用情理兼備去說服人。第6個原則，敢爭辯也能團結，團隊討論需要夠火花，大家先可以一齊進步。第7個原則，掌握協作要訣，一日只係做最重要嘅嘢，同團隊分工，專注核心任務，效率都會高好多。呢3個原則都可以幫你團結團隊，聚焦正確方向。書入邊亦都有真實嘅案例分享，就係一個高管用咗雙重專注，只專注做公司3個最關鍵嘅項目，結果工作時間不但減少咗，成果仲提升咗30%。所以不妨每日揀1-2個重點嘅任務，例如專注準備一個大嘅 project， 對無謂嘅會議學識說 no。我自己試咗唔再回覆咁多無謂嘅短信，將時間放喺啲大 project 度，效率高咗，壓力都細咗。總結，書中7個原則教你點樣聰明工作，提升效率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做極都冇成果，想減壓提升表現，呢本書絕對值得一睇啊！想問下大家，你今日最重要任務係咩啊？試下用雙重專注去做，睇下效果有幾唔同。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學識雙重專注，每日只係做1-2件重要嘅事，唔會再做多頭馬車。另外，重新設計工作，減少時間浪費喺一啲無謂小事上邊，專注高價值嘅任務，真係可以幫你提升效率。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！呢本書涉及心理學同埋行為科學理論，有啲概念比較抽象，要花啲心思去消化，所以易讀程度我會俾3.5粒星。書本實用性高，提供大量嘅方法，可以應用喺設定個人目標、習慣養成同埋自我管理上邊，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4星誠意推介高績效心智。如果你都想提升效率，做最強嘅1%，咁就記得睇呢本書啦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途說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都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途說嘅 podcast。如果你鍾意我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